话题，这是艺人阿翔偷食食咸了后，因某 Grace 唔那是原谅伊，也个做伙翕广告。因为过去 Grace 嘛捌铺文讲因翁拄到落雨情形，伊就爱替因翁来遮雨伞。因为安尼，就互做防疫的公司看介意。广告半讲落雨时 ，Grace 替阿翔来递帽啊，两个人手牵手，汤甘蜜甜。不如个有网友学了，嘛有人经体甲无一块好。落尾这个广告，因为有争议，已经落架啊。 从现在我不会再逃避，重新的换起。阿翔阿好唱歌后一秒出现的人是伊。沉住气，我的心不在意，屏息不放弃。无毋对，就是阿翔的某 Grace。广告内底蒂无爱节目，互 Grace 进前伫人面册顶的写的，要为因翁落雨的世界野线意境真斗大。 广告内底 Grace 更加是主动去牵阿翔的手，两个人手牵做伙，眼神真坚定，互外界看到因的感情。虽网有网友替因加油，互因祝福，不过嘛有真侪人批评讲假神假答。原来即马头食麦当当作广告的创意，互人感觉真倒单，反应好歹拢有。说好不能忘，说好的远方。 其实阿翔伫头家风波逼出来了后，敢若停工2个月就搁出来啊。虽讲伫好新的网络旅游节目内底 MV 无看到伊，不过节目开始播了后，阿翔嘛做伙来主持。会遮尔拼，就是希望头家的代志会当赶紧过去，用过去笑开乐观的形象，甲尾将的支持找倒转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